是我害了奶梦蝶，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如果他醒过来看到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不想再刺激他，知道吗？你醒了。医生说没什么大碍，只要休整一段时间就没事了。我知道我伤害到你，真的对不起。奶梦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不能没有你。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公司又接了一份大单子。恭喜你！我今天真的很高兴，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。我给你倒点水去。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？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不想说。我想听。我不想骗你，我能不说吗？我想听。看着奶梦的眼神，我知道，我必须把这个故事告诉她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广告圈，从底层开始做起，
每天疲于奔命，奔波在城市之中，跟大家一样，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广告公司。可是这个行业并不是靠吃苦就能实现自我的价值的，除了专业和能力之外，还有许多要靠人际关系和所谓的圈子。可是我个人的性格显然是无法融入这个圈子，所以混了30多岁还是一无所成。但有一点我仍然的坚信，只要付出，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得到老天的眷顾。哎，对，错一边。好。公司老板交给我一个红酒的策划案。这些天呢，我一直在忙于这个策划案的准备工作，一直在为这个广告的表现形式而苦恼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一张女孩的照片，于是我就认定她就是我这个广告的女主角。哎，这要是谁呀？哦，上一个广告的女主角，感兴趣啊？大一新生，照片背面有电话。老板，以我个人意见呢，我觉得这次广告应该找这个女孩来演。可是我们的消费对象大部分是男性啊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不正好体现出反差吗？体现出购买群体的广义性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相反加大了这次广告的力度。你这个论调倒是挺新鲜的，我是头一回听说。不过不知道客户愿不愿意冒这个险，而且这和我们之前的提案大相径庭啊，你怎么解释呢？这方面我也考虑过，所以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呢，我把各个角度呢都写进去了。应该说是站得住脚的。就像你说的，客户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，的确需要一些冒险精神。只要我们好好的去引导他们，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老板，我相信这个广告一旦投放出来，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，要么它是积极的，要么它是消极的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它一定是100%积极的。我也相信，等广告投放以后，客户一定会受到非常好的效益。这样，你准备2套方案，提案的时候一起送上去。如果客户没有意见，公司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次红酒广告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。如果能够很好的抓住这次机会，未来这个品牌的策划就会由我全权负责。所以说，我必须拿出120分的精力和热情去对待它。就这样，这个创意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完整。我一边期待着创意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，一边继续完善着创意的细节。
我想通过这个叫爱宝的女孩来完成一次不同于一般的尝试。就这样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我在疲倦和焦虑中等待着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知道我离成功又近了一步。这么投入啊！我这么大个活人站在你身后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老板，坐坐。怎么样，老板？我的创意客户那边通过了吗？你猜怎么着？成了。客户对你的想法非常满意，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新，而且非常值得为这个广告冒险一试。我想，如果这个广告播出成功的话，你一定会在业界崭露头角的。谢谢老板，谢谢公司给机会。谢谢。行，我就要来告你一声，先生忙吧。哎，走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广告如期开拍了。虽然我在现场的身份是个广告策划，但说实话，实际是个杂工，什么都干。可在我心里，那份成就和满足感却是无法形容的。来，准备开饭了啊！放我拍的还不错。女演员呢？那边演员，女演员在里面化妆。那个东西都准备好了，赶快吃饭吧啊！赶快吃饭吧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李朵，这是我们林策划。嗨，你好，我是李朵。你好。宝，你怎么了？我头痛。来，起来喝点热水。我好不容易试上一个广告，我现在不能去了。是广告？你什么时候去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就他们通知我，我就去了嘛。什么时候拍呀？等一下中午就拍了啦。中午就拍啊？哎，干嘛？不然你代替我去。我啊？哎呦，你不去还不是有其他人要去？哼，你腿那么长，那么漂亮，一定可以的啦。少来啦。嗯，不过你说也是。哎，多少钱啊？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导演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一下。那个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女演员突然换了？哦，你介绍的人生病了，他同学替他来了。那也不行啊！我的广告创意不是这样的，怎么可能随便换人呢？老板同意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李雪，李雪，上来一下。老板，怎么能临时换人呢？这两个女孩从形象、从气质上完全不一样。我还正准备找你呢。你想想啊，这个棚一天下来费用得多少钱呢？你算过这笔账没有？再说了，这我们等你等不起啊。可是，不用再说了，我觉得这个女孩条件很不错，我还准备继续跟她合作呢。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啊？
那个，这不远处呢就是地铁，那我就送你过去了。要不我给你叫辆车？哎，练了一天了，你也不请我吃个饭吗？而且如果不是今天我临时顶上的话，估计你这个事情就砸了吧？你不谢谢我？想吃什么呀？随便。我请你，麦当劳吧。麦当劳是垃圾食品，吃了会发胖的。要不茶餐厅怎么样？太清淡了，我是湖南人。我知道了，前面有个湘菜，我带你吃湘菜。北京的辣椒都不好，做出的菜肯定不正宗。小姐，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随便。哎，你又要请我吃饭吗？走。累了吧？要不明天我再跟你讲。当时来的不是爱宝，你一定很失望吧？我本以为随着广告的结束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可故事正因为这个巧合，第一期广告拍摄之后，说实话，我挺失望的，所以我对这个案子的热情也就淡下来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奔波和忙碌。人不信命不行啊，有些东西是你想不到的。当你不去在意一件事的时候，相反，事情会找上你。所以说，命中该发生的，总会发生的。喂，林轩，给你发短信打电话你也不回，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最近公司业务太忙了，手工的太多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好久没见你了，约你出来放松一下呀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带一个人见你，不见不散哦。很着急了吧？你瞧瞧，你瞧瞧，急急忙忙把我叫过来，又让我等那么长时间。我慢吗？男生本来就应该等女生嘛，而且我不算慢的，还有比我更慢的嘞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叫爱宝的姑娘，她也是我心目中广告的女主角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爱宝。你好，我叫林轩。你好啊，大叔。你叫我什么？叫我大叔？我有那么老吗？不许调戏大叔啊！哎，大叔不是调戏，大叔是一种礼貌跟尊称。行，就算是礼貌吧，爱叫什么叫什么。
准备好了啊？走啊！是艺术体验你发给我的自述，你不你的世界中有爱我，我风都让步步幸福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香烟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心却真心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I wanna go with you, my heart that we will be a little gambling is fun when you're with me. What's more that is not the same without it. 大叔嗨起来了，大叔嗨起来，赶紧把他拉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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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他拍照。我想你一定知道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。前走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Day and night， 求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我知道我爱你，想你，念你的灵和情中无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流连在忘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，夜半河也有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，想你，念你给你，相信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流连在忘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，夜晚河也有春天。你可知道我爱你，想你，念你的爱情中无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那段时间真的是不容易啊，每个月工资也就4000块钱，还要交房租啊、水电啊、电话费、网费，还有交通费。反正怎么说呢，一个月吃饭钱呢，不能超过1000块钱，要不然到月底的时候，连碗拉面都吃不起了。我也跟他们下过几次馆子，看过几场电影，也曾经奢侈过跟他们一起打车。这一个月下来，真的剩不了多少钱了。最后到月底的时候，只能一个人偷偷的啃着方便面。后来发展到我跟同事借钱陪他们一起出去玩。其实他们也看出来了，我没钱并不富裕，所以经常的和我抢着买单。即便是如此，我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。你也真够不容易的。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还是挺可笑的。哎，爱宝，你知道吗？他多难约啊！每次给他打电话都各种理由。哇，你知道我们李组在学校有多红吗？多少男生约他吃饭，他都不出去。你这么大牌啊？真的呀？很大牌，但是他很忙嘛，可以理解一下哈。
对吧？替他说话呢。哎，你都准备了那么久，就别撑着了吧，快点甩给他。送你的礼物，送给我的礼物，打开看一下。你无缘无故送我礼物干啥呀？我高兴啊！我上次不是拍广告赚钱了吗？然后就算给你回扣好了。哇，你这回扣也太大了吧！你拍广告的钱不就够买这一条皮带吗？他高兴就好了嘛。这广告不是我给你介绍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礼物不能收。我知道李朵她对我有好感，可在我心里，我只把她当成朋友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该休息了。不想听。我想透透气。晚上风大，我照亮了。继续说你和爱宝的事吧。那个时候学校有很多人追他，追他最凶的就是那个富二代。爱宝，宝，走吧。好可不挡路。我今天特意来接你的。哎，你奇怪了，我有说要跟你出去吗？今天特意来接你，今儿不是礼拜4吗？每礼拜4，福楼都从法国空运大笋蚝回来，一箱48只，一只68，我订他一箱。哎，宝，别走，吃不了没关系，吃不了咱搁那儿摆着，对吧？再说了，那不是还有同学呢吗？给他们带2只回来。哎，我还有就是我这车呀，只能坐1个人。不去。哎，宝贝，别走啊！别，宝，别走啊！怎么？宝，哎，不是我，哎，我这，宝，我。那个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给我拿下包。那我也要去。呀，大叔，您在这是卖包呢还是买包呢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别走啊！您说您给人拎着包多不合适，给人买2个呀，又不贵，是吧？别走！您说您干爹的年龄不干干爹的事儿不合适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叔，
喂，别打着我啊！哎，碰我是吧？不是碰我是吧？不动我是吧？不是你动我是吧？干什么？有一姑娘给你撑腰是吧？还真够爷们儿的。行，今天呢，看宝的面子上放过你一马啊！滚！哎，手流血了。没事。这个刘葛真是的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，阴魂不散。欠扁。哎，过让我看一下你手。我手没事儿。都流血了还没事，我去给你买点药。不用，一点小伤，真的不用。不行，我觉得不用药会感染的。爱宝呢？不知道，刚刚还在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买创可贴去了。哎，我们去吃饭吧，把这倒霉的事情都忘了。都饿了吧？我也饿了。走，咱们吃饭去，我请客。走。爱宝，爸，我要出去吃饭，去不去？哎呀，不去，作业做不完了啦。那你要饿肚子啊？那我不管你喽。哎，帮我买。那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米粉。米粉。你觉得林一轩这个人怎么样？干嘛？没事，只是他也喜欢吃米粉。喂，在哪儿？干嘛呢？我能干啥呀？工作呗。也不知道今天加班到几点了。那不是一块儿吃饭，给你放松一下。就我们俩啊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哦什么呀？我本来要叫爱宝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还是算了。我今天想单独见你。不行，我现在忙着呢，这策划案还没写好，明天一大早还得交稿呢。改天吧，啊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出来。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？没有，实在太忙了，改天吧，行吧？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。那好吧，你忙吧，拜拜。怎么女演员突然换了？哦，你介绍的人生病了，他同学替他来了。那也不行啊！我的广告创意不是这样的，怎么可能随便换人呢？不许调戏大叔啊！大叔不是调戏，大叔是一种礼貌跟尊称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买创可贴去了。你觉得林一轩这个人怎么样？干嘛？没事，只是他也喜欢吃米粉。朵儿，我刘葛。干嘛？你先千万别挂电话啊！别怪哥哥我没提醒你，你还真得看见了你那个老男人，我看他没安什么好心眼儿。哎，这样回学校我跟你细说，就这样，先挂了啊。您好，请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
就你一个人呢？不然那还有谁啊？不是说爱宝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这吃饭呀。哎，如果说爱宝没在的话，你是不是不会来啊？吃饭。哎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傻瓜呢？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一整天跟你们牵线搭桥。你要是个男人，就敢做敢当。你叫我来吃饭，就想跟我说这些啊？那好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问。你是不是喜欢爱宝？我是喜欢爱宝，但不代表什么。我让你说你就说，你就不知道说句谎话哄哄我吗？说句谎话会死啊！那我们呢？我们之间算什么？李董，你别忘了，我是朋友，只是朋友。朋友？我不管你怎么想的，我只知道，我喜欢的男人，在我的眼皮底下喜欢上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把我当傻瓜，在我面前演戏。林一轩，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咱们走着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哎呀，别那么不给面子呀，是吧？好歹咱也同学一场啊。我看你是好了伤了忘了疼吧？哎，就那点小伤，小妮儿我还真不在乎。你干嘛？这给你。平白无故干嘛送我东西啊？哟，不要啊！不要行了。啊？早这样不就行了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要是追爱宝啊，我还是算了吧。他喜欢的不是你这款。我知道爱宝不是喜欢我这款的，他喜欢老男人啊，就特别是你男朋友那种类型呗。别瞎说。别硬撑了，妹妹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爱宝护着他跟护着自己男人似的，这大叔对爱宝还有点那么意思。那你看怎么样？我呢是想这样，你帮我牵住这大叔，爱宝这边呢我自己搞定。其实啊，我也是为了帮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朋友给我的，据说放在水里头，只要喝一口，立马断片。喂，有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啊。那个第2期的广告呢就要开始了，我想让你过来帮我。可是上一期广告不李朵演的吗？
你就让他接着演嘛。喂，上次本来是你的，临时换了李朵，而且是那个老板安排的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是我找你的，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，愿不愿意？我怕李朵知道会不高兴的。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。放心吧，他不会知道的。再说了，这是客户的要求嘛。那好吧。可是你真的不要让李朵知道这件事情哦。行了，我知道。那你确定了时间地点，你再跟我说吧。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事情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广告总会投放的，谁都可能看到，包括李朵。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那个王九网的这个广告代理还是林一轩负责吗？没什么事。安内，哎。好。先生看这里，好。2杯子，拿过来。啊。这条呢是女人一点走，好不好啊？慢慢的走下去啊。那导演，饭来了，拍完这手再吃，好吧？行。来，各部门准备。行吧。加油。爱宝进入画面里。好，拍了。来，伞转起来。来，正好，爱宝往后退。爱宝往后退点。Every night I rush to my bed with hopes that maybe I'll get a chance to see you when I close my eyes. I'm going out of my head, lost in the fairy tale. You hold my hands and be my guide. Clouds filled with stars cover your skies, and I hope it rains. You're the perfect lullaby. 老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拍的特别好。我喜欢你抱着我的感觉。傻孩子。也许这就是命吧。也许你命中注定就该遇见他。继续说吧。别硬撑了，妹妹，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大叔对爱宝还有点那么意思。林一轩，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你呢，帮我牵着这位大叔，爱宝的事我自己来，这样也是为你好。
这边呢就算我道歉了。之前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，我回去想了一下呀，可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，觉得特别不好意思，希望你能多多包涵啊。别这么说，你这么一说的话，倒是我不好意思了，可能是有些方面我做的不太到，让你误会了。跟你说实话吧，你跟爱宝在我眼里都是小妹妹。行了，啥也不说了，我先自己道个歉。领导，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朋友的身份，咱们好好喝一场，不醉不归啊！干！行。干！干！干！干了，再来！据说放在水里，只要喝一口，立马断片。这边呢就算我道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朋友的身份好好喝一场，干！干！干了！你难道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林医生，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咱们走着瞧。林轩，你是个混蛋！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别推了，停一下吧。怎么累了？如果累的话，咱们回病房去。我们的故事讲到哪儿了？接着说吧。经过李朵这件事后，我想起来真的很后怕。
他们年轻人的生活，他们的想法，好像跟我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。所以，我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他们，远离是非，尽量的不和爱宝他们联系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我又开始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，生活又渐渐恢复了平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爱宝的电话。小伙子，这大晚上的还不回去呢？哈哈，我工作还没做完呢。哎，大爷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呀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要不工作，我就得喝西北风啊。我跟您一样。那你老婆呢？你这么加班，你老婆就不心疼你啊？像你这个年纪的小两口，那可正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啊。我还没老婆呢，老婆还不知道在谁的肚子里待着呢。那就赶紧找一个吧，找一个你就不这么拼命喽，可别混得跟我老头子一样。哎，爱宝，爱宝，哎，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人在哪吗？这样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在学校门口等我啊。大爷，那我先走了啊！哎，赶紧回去吧。爱宝，你怎么样？你赶紧跟李朵解释解释啊！行吧，这事我去解释了。来，把衣服披好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还说没事儿，发烧了。走，我带你去。把衣服扣好。来，爱宝，喝点水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弄的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？因为我什么呀？因为李朵喜欢你，可是我也喜欢你啊。胡说什么呀，小孩子！你现在应该想着怎么把病养好，知道吗？今天晚上你会在这里陪我吗？行，我陪着你，陪着你。小孩。爸，你叫我什么？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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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
我叫你爸爸。你怎么那么逗啊？你叫我爸，我长得很老吗？是我长得像你爸？都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我妈她和我爸在一起，没有名分，所以她恨极那样的生活。于是她把怨气都出在我身上。吃饭呀！什么呀你让你吃饭你什么呀？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看你副刁样儿，长得真像你爸。吃不吃啊？你吃不吃饭呀？你倒是！妈妈抱抱。叫你爸爸呢？你爸爸管你吗？这两天谁都不管，你知道吗？你还哭他吗？行，快，真烦人呢！什么孩子呀？自己哭吧，自己哭吧你。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我爸爸。我爸在的时候，我妈她就特别的温柔，不论是对我，或是对爸爸也好。所以我一直希望爸爸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因为这样我妈她就不会乱发脾气，我就能拥有一个正常又幸福快乐的家庭。因为我妈她是第三者嘛，而我只是一个私生女，我甚至不能够跟任何人说我爸爸是谁。原来是这样。所以我能够叫你爸爸吗？如果你想叫，以后就这么叫吧。爸。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就担起了一个爸爸的责任。